啊！哎！哇！哎！这谁家门锁那么紧呢？哎呦，我的妈呀！你可来了，你真是我的救命活菩萨！辈的啊！我看你这2天呢，你脚底抹油，你用的倒快呢。我看你是缺管教，我惊死你！我惊死你！待会儿这是干嘛呀？你看这是就是他，就是他，抓住他！一边待着去！老娘今天没带着敲竹刀子，要不然非给你们扫2场。怎么个意思啊？人家说还要扫咱们爷们儿的2茬啊！回禀大总管，就是这么说的。请大总管做主，小的们想打进西二旗，找王爷的。住嘴！你们别忘了自个儿是个什么东西！你们是一群让人家擅了当骡子使唤的奴才。王爷是谁呀？王爷是主子，是主子。王爷的一根汗毛，那都比你们的小命儿值钱呐！你们还要闯王爷府抓王爷，这不是狗胆包天吗？别忘了自个儿是个什么东西！大总管息怒，请大总管息怒。回禀大总管，恕小的们直言，小的们是天生的奴才，可大总管却不一样。您是太后老佛爷身边的人，有他老人家给您做主。怎么？你是说奴才欺主？不错，奴才大了是可以欺负主子，不过那要看怎么个欺法，明的不行，只能玩暗的。
让主子们相欺，欺主子无能。多谢大总管赐教。今天变卖金叉锁的是醇亲王吗？看他不像醇亲王，像是个替身儿。不，这个屎盆子一定要扣在醇王爷头上。他变卖玉物，弄虚作假，贻误圣命，违抗圣旨，这些把柄抓在咱爷们儿的手里了，早晚他也逃不出咱爷们儿的手心儿啊！请大总管明示。你们先想个法儿，把那个替死鬼抓住。咱们先治秃子，再治和尚。大总管明鉴。公使阁下，不管怎么样，我毕竟认清了谁是特使。你应感到惭愧。如果你真的杀了他，将会引起新的混战。从你刚才的谈话中，我听出你已经暴露了你是一个俄国人。一个外交官，无论他把自己修炼成何等优秀的使者，但实际上他必须首先是个出色的侦探，懂吗？越是古老的民族，越是像沉寂多年的沼泽泥潭。别看它表面上不躁不消，一旦陷进其中，你会立刻感到它的深不可测，随时会有灭顶之灾。这一点拿破仑到了莫斯科的时候也会有同感的。阁下，我们非要这样做吗？那是因为在我们的身边趴着德国这样一条恶狼。我想为了他的饥肠辘辘，不出几年他便会在欧洲掀起狂澜的。为此，我们绝不能让他在我们背后的中国再设下营地。公使大人，李鸿章、李中堂到了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亲自到门外去迎接他。是。你看见了吗，基诺夫？他的到来足以证明软弱者未必好奇。中堂大人前来拜会。请。末将